如果當日阿燦依然係坐緊個位，依然係好厲害嘅時間，絕對唔會有周星馳，因為所有啲人都會揾阿燦，強極必衰，衰極必強，係一個咁樣嘅 curve 嚟噶嘛。68歲資深藝人廖偉雄阿燦，2000年淡出香港娛樂圈，多年嚟專心喺商界發展，主力經營有機農業同飲食行業。早年佢不幸中風，令唔少人擔心，直到舊年決定返馬來西亞定居。日前佢亮相無線節目接受訪問，透露經過物理治療同電療之後，身體已經恢復得七七八八，而且近半年仲喺馬來西亞投資賣魚蛋，繼續致力推廣平民美食。廖偉雄一生經歷大起大落，當年佢係紅極一時嘅當家小生，又曾經因為錯信好友做借款擔保人，點知對方玩失蹤，就搞到佢慘被追債，更一度被指破產。佢直言，如果當年自己冇退落嚟，就絕對唔會有周星馳出現，因為佢就係票房保證。不過正因為佢知道阿燦嘅巔峰時期無人能及，所以更加明白強極必衰嘅自然規律。當所有嘢去到極致，就會開始發生變化。如今年近古稀嘅佢，早就已經看透人生。雖然當下全球大環境蕭條，但佢認為有危就有機，所以仍然決意喺呢個時候擴張飲食生意。佢話人要適時變通，先至可以突圍而出。